Hello 紅館，歡迎嚟到 MC 嘅演唱會。喂啦！嗱，本身咧個 top 位咧唔係安排呢一度嘅，但係因為前3首歌咁長咧，就係大家都見到㗎啦，件衫又重，又要跳舞又要唱歌，咁所以就專登咧安排咗喺呢一個位度咧講啲嘢揼下波鐘嘅。咁啊，順便同每邊嘅觀眾打個招呼先啦，你哋好啊 ！Hello，呢度朋友 hello， 係啦，咁啊，事隔3年啊，有冇3年啊？有啦，終於咧可以再次翻到嚟呢度紅館，再一次舉辦我嘅演唱會。咁啊，第一次由街頭 busking， 一步一步去到而家呢個紅館舞台。我記得咧，第一次嘅紅館演出咧，非常之緊張。我真係好緊張，好擔心，因為當時又係4面台啦，出道嘅我當時都唔夠2年，歌我又唔夠，唔識跳舞又要俾人逼跳舞。唉，咁啊，終於嚟到今年，已經係我就出道嘅第5年、第6年，踏入咗呢一個3字頭啦，就嚟。但係再一次喺呢度見到大家，我非常之開心。我今日嘅目標咧，亦都係希望唔好再有上次嘅尷尬緊張。相反，我希望可以好咁樣 enjoy 呢一個 show。咁啊，亦都希望大家會 enjoy 今日我為你準備嘅表演。劇透少少啊，今日咧會有好多新歌啦，可能係一啲出咗但係你哋未聽過嘅歌啦，有可能係一啲未出未聽過嘅歌啦，咁啊，好期待下啦，同埋又喺呢個時候都俾我唞咗陣氣先。哎呀，飲下呢支水先。Hello。咁我為咗不必要嘅誤會啦嚇。今日係冇除衫呢個環節嘅，咁啊大家轉頭唔使嗌啦，係啦。雖然咧我係的而且確係減咗好多嘅，但係未夠啦。煩請大家俾多少時間我。好啦，咁啊，呢邊打招呼未啊 ？Hello。咁啊，我揼波鐘都差唔多啦。